我是个在都市长大的客家小孩，为了找回记忆中的客家味道，于是我背起我的背包，立志要走遍每一个客家庄。这不只是一段假期的旅行，而是一种客家精神的再学习，一种要深刻体验我们客家人最真实的风俗民情。新竹湖口，旧名大湖口，是一个三面封闭、一面开阔的台地。在清朝就有许多客家人从广东陆丰县移居此地。清光绪年间，刘铭传在这里兴建车站，带动这个客庄的繁荣。这就是今天的老湖口。今天我回到这个古色古香的湖口老街，拜访多年不见从都市回到湖口故乡工作的老朋友。他要带我看看这个连结新旧世代的客家庄。伟成，好久不见。浩轩，对。好久没来看你啊，过得好吗？啊，老样子，走，带你去逛逛。好啊，好啊，走。你这边跟以前都一样没有变哎。小时候就来过老街，今日再来却是一点也没变。好客的伟成带我重温老街的美丽建筑。这次来，我想多了解湖口客庄的开垦过程。伟成便带我到三元宫，请村长跟我说说在地的故事。村长，我带我台北朋友道玄来。你好，村长你好，是，你好，要来认识湖口的历史，要麻烦你了。湖口历史你可以啊，没有麻烦你们，村长一定要麻烦你。好，我们来一起。好，我去过很多客家庄，客家人就是会在一个地方先形成聚落以后，然后盖一个庙当信仰中心。湖口这边也是一样吗？对啊，不过我们在这里，你可以在我们这个匾额上面，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的。因为老街整个建筑不是同时建的，是一直聚落慢慢形成，慢慢形成，它才一间一间建好。那在早期的话，客家庄里面都是以信仰为中心，以道教，所以这个道教庙里面，所以那上面看的就是天、地、水、清，你看这4个来讲它有它的意义，就是所谓的地方的守护神这个庙的3个神明。一块简单的匾额，却用丰富的雕刻，把湖口的历史变迁与在地信仰都包含在内了。村长说，三元宫的主神是掌管天地水的三界爷，是常见的客家信仰。而匾额4个角的福、禄、寿、喜，是在地人对上天的祈求。除了匾额之外，村长还告诉我，清朝地理师林郎写了一首诗来描述湖口的地理特征。台地胜在台府桥，形式金丝草白条，冲江亮雷做正岸，波罗湾八水桥，血气往后将天，金亮到此唔免走，水烟又火做得到，金亮吹破万条，俩就系老虎桥。这个就是湖口。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是可以讲到整个山形的地理，坐南朝北是金丝穴。那所有的金丝穴也是有关于风水，对，有关于风水。因为早期在我们的建筑来讲就是会看风水来建筑嘛，发展嘛，所以这个地方怕什么金穴也是地方的守护。原来湖口是一块风水宝地，有金狮坐镇，守护地方居民，也为这里带来繁荣与财富。接着，村长叫我再看看匾额上有没有什么有趣的图案。我是看到有很多的鱼跟船，所以以前是坐船过来这里发展吗？对，我们从大陆过来的时候，这个坐的船嘛过来在这边开垦。所以最早期在清朝时代，湖口老街这边就有一个官道。这在官道里的话，这边有到淡水到大溪，大溪当然是内陆运河，所以他们在这边从这发展。后来黎明传时代把火车引到这边来，湖口老街比别的老街比较不一样，是它的8路口很宽，因为那个马车要进驻，当时火车在这里下货的时候，楼上是放着货架所以说这边因火车而兴盛，因火车离开而衰退。有火车经过的湖口是南北交通的重镇，也是货物的集散地，所以湖口的建筑不同于一般老街，骑楼都是挑高的拱门，方便运输货物。只是经过时代的变迁，红砖宽墙，楼面精细的雕花依然，当年的繁荣已不复见。罗村长说，要完整认识湖口的开垦，一定要到老街后山的大樟树那里去瞧瞧。
这个是我们的大樟树伯公啊，所以来到这里就可以讲得到我们湖口的开阔史跟我们新埔怎么交界而且当时的运输不方便，所以才会到这个地方。哇，它看起来好壮观哦。对啊，所以来到这里要先跟我们土地公报告一下。来，我们就来。这条路就是我们湖口到新埔的一个中继站。早期在这边运输不方便，所以我们新埔的农产品都要运到老湖口这个火车站来运输，包括的橘子啊，还有农业、茶叶啊、稻米都从这边往湖口运。所以这边是属于说，新埔跟湖口的中继站，所以这个地方早期是非常的热闹。那早期因为这个火车后来会变成老湖口跟新湖口的，又另外的一段历史。因为早期从台地从杨梅下来太陡，刹车刹不住，就有点感觉现在的云霄飞车一起要一个火车档把它挡住，再退回来，这个很不方便，刹车刹不好。早期是烧煤炭啊。他在新竹来的时候，从竹北堡上来的时候，前面一个火车拖，后面一个火车头在推，所以经常老人家在讲，偷天佛刹供台赖，黑北佛刹妈台怂。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是啊，前面做老公的人要在拖，后面做母亲的人在推。所以这个太陡，太陡了。因为地形不利，后来的交通发展，原本老湖口的火车站就这样搬迁了。罗城长说，湖口的老街看似没落了，但近年来很多新世代的年轻人返乡，共同发展在地的客家文化。只是我也感到好奇，新旧世代对于老街的发展想法及做法上会有多大的差异？回乡的这些年轻人会不会想说，也让老街跟其他的老街一样啊，就多一些什么观光的产业啊？因为我看到很多的老街都是会卖很多的当地结合一些产品啊，去推动这里的老街的观光。因为湖口老街本身住的人都是3代至4代，2代的还比较少，3代以上比较多，所以在这边我们就会多方面的沟通，大家最后的平衡点还是以生活为重要。就是其实有做很多的沟通过，因为其实就是在这个生活上想要有不一样的生活品质，所以在一直进行年轻的跟比较长辈的一直在沟通这件事情。我们一直要把说湖口老街推广为做2休，不喜欢做5休2，这也是主要原因。为了保持湖口老街最原始的慢活步调，在地人选择平日在家好好生活，只有在周末假日才做点小生意。这其实也是同时发展客家文化及保持原有生活步调的好方法。吃我们的老菜补鸡汤。老菜补鸡汤，好好喝哦。是刚刚有提到是那个老菜补吗？对不对？对。那个味道是完全融入在这个鸡汤里面。这个老菜补保存期间这保存的好，如果保存不好，它可能一个酸，这个老菜补是好。客家在不管是围龙乌式的，或者是闽南式的合院式建筑，它都有一个难题，它不方便做生意。一路下山回到老街，伟成说要带我去品尝一家道地的客家菜，但是走着走着，咦，这不是一家戏院吗？伟成看我一脸疑惑，很神秘地说：“进去看看就知道了。”听伟成说，这里原来是一家电影院，难怪我看到这些上面有挂了很多的海报，所以是当初电影院有放映的吗？是的，现在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老戏院。以前的电影院跟现在的电影院应该是有一样的地方，比方说像观众席啊，然后播放的地方跟大荧幕。您现在站的这个就是观众席。我现在这边是观众席。是那个右手边的上面那个地方是当时的放映室。放映室是在那边。从那边，然后放投射过来到后面，那有一大片墙，这是当时的荧幕。以前除了看电影其实以前这边还可以演戏，
所以荧幕前面还是有一个戏台，偶尔有些档期演采茶戏，有时候收东西都会在这边。老板娘说，当年复兴戏院是因为湖口的阿兵哥很多，所以才新建的娱乐场所。早期在这里不只可以看电影，还能看到许多传统的采茶戏。不过后来军营里有了自己的戏院，复兴戏院就渐渐没落了。而自小在湖口成长的老板娘难以忘怀那段日子，所以回到湖口来，把戏院改装成餐厅，把盛满湖口人记忆的老式建筑再利用，透过饮食也能推广客家文化。其实我很少在客家庄中看到这个用鱼做料理耶。那我现在来试试看看这个鱼好了。好啊，是。哦，好好吃哦！它的那个肉啊，咬起来是非常的扎实，然后其实它外皮是有点脆脆的，所以是外脆内嫩。然后其实啊，它其实有一点点咸咸的，所以是非常的下饭。是。所以这个鱼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地方吗？因为这个鲫鱼呢是淡水鱼哈，湖口因为是农业的乡镇嘛哈，需要这个池塘灌溉，那有池塘就有鱼。那鲫鱼因为它刺多，所以它经济价值不高啊，所以聪明的客家人就把它放那个用时间去把一些刺把它化掉啊，所以它是要经过，一般我们是经过8小时去慢慢的焖煮。这工序比较多了，哇，算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料理方式。是，来到客家地区，那吃我们的老菜补鸡汤。哦，老菜补鸡汤，好好喝哦。是刚刚有提到是那个老菜谱嘛，对不对？对。哦，那个味道是完全融入在这个鸡汤里面。那个老菜谱保存期间哈，这保存的好。如果保存不好，它可能一个酸，这个老菜不是好的。因为我们乡下地方客家妇女以前在农耕的时候，我们每一年季节到了，我们就会种萝卜，哈，种萝卜大家都就会做萝卜干，但是萝卜干不是1年就可以用完嘛，哈，那有时候没有用完，客家人是很节省的，就把它包起来丢到一边，就这样放，好，就这样一年一年的放，不知不觉也是像这个已经过了20个年头哈，那后来人家拿出来，看到黑黑的，有人是觉得说这是不是坏了，把它倒掉，可是有人去尝试，因为它这陈化过程哈，可能就产生了一些很美味的那个东西出来了哈，所以后来我们拿来做料理。原本以为放久坏掉的老菜谱，竟意外成为客家人引以为傲的美食。这个故事也让我再次体会客家人擅长保存食物的能力，以及爱惜食物的美德。那接下来是要吃哪一道？来尝尝我们的姜汁大汤圆。这个汤圆是大的，然后我们那个熬的汤汁呢是姜跟红糖。哦，这汤圆咬起来啊，非常的 Q 弹，然后都没有粘在牙齿上面。可是我觉得吃到最特别的地方是啊，因为它有姜，然后跟红糖，所以它吃起来是有一点点辣辣的，跟一点甜甜的。所以这个汤圆也有它的故事在里面嘛。喜事上面哈，要最后宴席要结束的时候，我们都会用甜的汤圆来做一个结束圆满。因为客人一来的时候，或宴席一开始，我们一般是用咸的小汤圆，到最后就是用甜的汤圆。哦，用甜的来做结尾，就是也是很圆满，圆满结束。是。我发现啊，其实，在这么多的饮食里面啊，都会有它的小故事和它的一些生活习惯，所以其实饮食文化在客家文化中是非常的有特色的。而且老板娘今天很细心的做出了湖口的客家菜，然后让我吃到这么好的一个料理。其实它是很在地的、很传统的、很客家的。我常常也基于这3种，所以把这个保留下来。还好老板娘当初决定回到湖口，除了用心做料理，也用心传承客家文化，我才能知道这些料理背后的故事。吃完午餐，老板娘说天主堂在湖口的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可以去看看。没想到我在天主堂内竟意外发现台湾第1本迎客字典。
在这个教堂有一本字典，是搭起了天主教与客家文化的一个桥梁。当初这个满思谦神父呢，来到了湖口，想要了解当地的这个客家文化，所以与附近的耆老一起编写出了这个英客字典。我现在就要来念看看。哇，它完全都是用手写的。好，我是年轻人，所以我来念这个 ho 上 ho 上 ho 上。年轻人 ho 上，其实我觉得很厉害的是，他是用中文写的这个英客字典，所以它也是早期的第一本的英客字典，同时也让天主教与客家文化相遇了。走出天主堂，看到老板娘的好朋友罗老师。罗老师是湖口在地人，对于湖口的历史知甚详。他带着我走进百年的红砖拱墙中，细细品味湖口百年的风华岁月。为什么这个会有1跟2楼啊？就我看前面几乎这边都是2楼，然后这边是1楼。是，那1楼跟2楼刚好就是不同的房子的大小，当然背后就是一个财富。那当然也就包含他准备要拿多少钱来这边做生意。然后要这个准备赚多少钱？会不会2楼有可能是他们比较富裕，然后1楼比较贫穷？对，一般来讲是这样。是啊，就像这间房子就很明白，因为它2层楼，它够大。其实我有看到这一间，其实它是这里面最高的，而且它装置的最精致的，所以这一间是有特别的含义。是，这间等于是最完整的一间。那店主本身也是从日本留学回来。那后来也当上等于是这个地方的这个类似乡长这样职务的人，那他带领的几乎是整个吴家的家族人，从那个街头到街尾，几乎都是他们吴家盖的房子，所以这条半街哈，就这被称为吴半街。吴半街，那地主姓罗。但是屋主都姓吴是，好特别哦。对，就是因为这边不是算是客家庄，然后也是都是住客家人。对，那为什么会用这样的建筑方式，而不是用自己客家的建筑方式？是，简单这样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商业文化跟全球性的，或者至少是南亚、东亚式的这种建筑风格的比较大的力量，影响了传统的建筑。因为传统建筑，如客家在不管是围龙屋式的，或者是到对闽南式的合院式建筑，它都有一个难题，它不方便做生意。所以这种建筑在街头那里确实存在。但是那个就不是适合做生意的建筑。因为其实我看到那个三元宫也算是客家建筑，它也是那个三合院普通建筑的，对，合院式建筑。这种店面式的建筑，当然它情况就不一样。所以这边以前都是因为做生意，所以要有这样的建筑。对。所以以前跟现在的湖口是有不一样的地方。是，因为在这个铁路盖好之后，火车站就设在那个街尾，刚刚的天主堂。对，所以这个整个等于是站前的商业广场，所以因此后来决定在这里建街，老的街道进去一点，拆掉，重新盖的这条街就叫新街，所以从那里盖到这里，民国8年的时候是盖到整个最高峰，很多人觉得这个商机很好。但是过了之后，它的整个建筑就低矮了，变成只有1层楼，大概多少也表达了湖口后来商机就开始没落。火车站几年后就移到北边3公里以外的新湖口，那然后湖口老街就急速冷冻了，反而保留了这个建筑了。所以这里的客家文化还有保存什么？是，这个是个有趣事情，它一方面保留在这个街道的居民的实质生活里面，不过其实还有更多的，我们在讲客家文化，它其实不止这条街，从街上以外的其他地方的宗族，比如说罗家、陈家、张家、这个周家、戴家等，那在那个街道以外地方，其实还是保留了非常浓厚的客家文化。
哦，就是像这些姓氏的这些宗族啊，对，然后还有这个像我看到那个三元宫，它也算是一个完整的客家建筑，就那个是传统的信仰，传统的建筑保留在那里。宗族的话，就像保留的那个很明白的宫号，比如说姓陈的叫陈世元。姓戴的叫戴世和，姓周的是周三和，那姓张的是这个张六和，那这边的这个姓罗的叫罗和和。至于你说的豫章，那是所有的堂号，所有的罗姓，而不是 local 我们地方上的这种宫，就是宗族的宫号。那种很特殊的客家文化就保留在宗族的生活里面，所以我想你已经看过，就是我们街头不是三元宫吗？那然后那街尾有天主堂嘛，那所以你就看到传统的信仰，跟这个新兴的这个天主教信仰，然后中间有一个商业的街道，所以它其实我们看到这个街道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文化在里面，多元文化。对，如果只是把它简单讲成是一个客家庄，就会想象好像客家庄就只是那个样子。其实客家庄有它传统，然后又有一些多元文化的融合，然后面对商业的挑战，这个街道没落了嘛。可是很多人希望它的商业机能能够恢复。那当时这些在地的客家人有想说，就是一样让这个老街重新的兴起，然后去卖一些东西啊，或者是年轻第二代的有回来想说来创业嘛？是，那这个过程很漫长了，就是本来这里作为一个传统的街道，它的商业就是一般的民生用品。2次大战后，一直几乎到2000年921地震，大概那个时候，整个它是一个处在纯粹的那个住宅区。921当然是个灾难，不过921对湖口老街来讲，却反而是一个奇迹，因为921这里的房子也相当程度受到更严重的倾斜，所以就修复了。然后也因为921重创了中台湾，所以使得原来整个台湾的那个旅游市场就开始产生了移转。那又因为周休2日已经成型了，所以很多人就开始寻找更适当的旅游景点。那在这种情况下，湖口老街它那么漂亮的这种传统建筑，自然被认为应该是一个可以好好让传统文化被欣赏的地方。对啊，就像一般老街一样，就会卖一些观光的一些产品。于是它就从原来的那种民生的那种商品变成怀旧商品的那种形态开始转向，所以也开始有这里本地居住的年轻人，或者离这里不远，或者是跟这里有一些渊源的人，开始就思考到这里开店。其实两方的力量，两种思维都还在。维持一个慢活的、舒服的，老人家这个天亮坐在骑楼下，有我刚好看到，好喜欢。对，这种生活形态，它应该被尊重。是。但是如果一个社区失去了活力，只剩下老人跟小孩，那当然也不是社区的福气了。所以还是应该要有一个不打扰的，但是能够有一定商业机能的店面，能够在像这样地方出现，所以相当程度它一方面恢复商机，另外一方面又能够维持原来的生活，这两个力量持续的、慢慢的这个协调，慢慢的去走了。这个是我看这个街道目前的状况。罗老师说，湖口新世代回到老街，的确为老街注入新活力，但是在生活与发展、慢活与观光之间，还持续在拉扯与讨论中。不过目前是两者共存的平衡状态，既能创造未来发展的机会，也同样珍惜传统的生活步调。所以今天我们才能看到淳朴悠闲与生气盎然的湖口。像这一支的话，它蛮有趣的哦。那如果像这上面这个人名来说，这个还在的话，他100多岁喽。他这一支算是古董级的。那这边都有模线哦，要对模线，才知道正反面嘛。好，像这里把它拼起来，这套上去，
嘿，对，一样是颠倒过来，好，把糖注进去，好，做好之后再拆模，它就是一个我们讲一个塔形，一个凤梨的造型。告别罗老师之后，继续在老街上漫步。我发现前面有辆3轮车，车上还挂着钟，让我来试试看，敲了钟会有什么事发生。嗨，你好，老板你好，要什么？我要一份芋泥，你要热来冰？冰的。OK， 来你的芋泥，谢谢老板冰的，哎，不客气。哦，好香哦！老板，为什么这个芋头是刚刚好，味道刚刚好，而且非常绵密耶？是啊，它是纯天然的，没有添加物。对，我们的这个冰的里面没有加冰淇淋粉，那然后用纯天然的芋头去煮。原来是纯天然的芋头做的，难怪那个口感特别的绵密。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有这台3轮车，这台3轮车为什么会放在这里？哦，这台3轮车应该是说，我们早期在新竹区呢，它是有一个老先生在卖这种芋泥车，又是骑这种3轮车，啊，我们就是想说有这样的一个意境，然后我们把它设计到像这样的一个感觉，融入老街。所以是小时候有看到有一个人在卖这个芋头，所以才把这个脚踏车来放在这里，一个怀旧的风情。对。那除了这个脚踏车，还有没有其他客家文化的东西？哦，有，因为本身我自己收藏了很多我们客家人早期做板的那个模具，所以在这边看得到吗？看得到啊，如果有兴趣，我们可以进去瞧瞧。好啊，好啊。对。哇，我看到好多做捏板的模具哦。嘿，对啊，像这一只的话，它蛮有趣的哦。那如果像在上面这个人名来说，这个还在的话，它100多岁喽，它。这一只算是古董级的，对。为什么要刻这个名字在这个模具上面？因为早期在客家人嫁娶的时候，那代表我们给男方的一些东西是很丰富、很有吉祥的一些东西，所以这个话是嫁娶里面的一个礼数之一。所以这名字是女方家长的名字吗？是，这个是我们就是女孩子的爸爸，他刻在这个上面，是名字刻在这边，然后就嫁到男方去，是给女方的这边做纪念啊，就给女儿做纪念的一个东西。所以是客家特有的习俗。是，对，就是望族里面才会有的习俗啦。我走过很多客家庄啊，我比较少看到这种弯的板。是，这个我们在桃竹苗区的客家庄会比较常会出现这种弯桃式的一个我们红板的一个造型。所以它有特别的含义吗？因为这个东西做出来之后，它可以把它叠成一个塔状。这个塔状的话，就是有高升的意思。哦，高升。对。是什么时候会在这个节庆会叠这个塔？就是我们拜天公或平安戏啊，或者我们家里有着重要的节日或祭祀，就会有做这样的一个造型。原来以前的客家望族会把做板的模具当成嫁妆，跟着女儿嫁到男方家中。由此可见，板对客家人而言，不仅是生活化，而且是相当重要的食物。接着，我看到一个造型奇特的模具，上面刻着一只鸡。这个很特别，是我很少看到吃的这个板啊，外形是这个鸡的样子。哦，这个不是我们板的模具哦，它这是做糖塔的模具。这个不是做板。对。那糖塔是什么？糖塔，因为基本上糖塔的东西它是比较专业。早期在我们老的糕饼店里面，我们在祭祀拜天公的时候，平安戏的时候，它拜天公用的一个舞袖。那舞袖里面它会有中间会做一个宝塔的一个造型，旁边有龙跟凤，有5只，称为舞袖。小孩子都很期待这一天的到来，因为没有零食可以吃嘛。那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个5只？5只它舞袖嘛，5子登科啊。哦。对，那这个呢很有趣哦，看它是可以做组合的。像这个呢，它是母鸡的造型嘛，那这个是公鸡的，有冠比较大的。对，那它可以拼起来。哦，有分公鸡、母鸡。是。翻过来，套上这个竹圈，把它套上去。然后这个做法呢，就是先泡在冷水，是让它密度变紧实，对，然后是这个木头泡冷水，对，是，然后这个嘞就是把糖煮溶，好，再灌进去，再冷却，把它拆模，
好，就出现了一个公鸡跟母鸡的造型。然后这个是鸡之外呢，我们还有凤梨的造型。哦，凤梨啊，那凤梨的话，它也很好玩哦，它也是可以把它拼成一个。哦，这个跟这个鸡的道理是一样的，是一样的，把它套上去。那这边都有模线哦，好，要对模线，才知道正反面嘛。好，像这里把它拼起来，是套上去。嘿，对，一样是颠倒过来，好，把糖注进去，好，做好之后再拆模，它就是一个我们讲一个塔形，一个凤梨的造型。那这个凤梨有含义吗？啊，凤梨我们讲很清楚嘛，凤梨是招财的意思啦。哦，招财的意思。是。对，那这个糖塔之外呢，还有一个高模，也是我们客家的饼铺里面比较少见到的。那因为这个东西，以前呢，像我爸爸在30-40年在做糕饼业的时候，都还在用，就是现在是都被那些罐頭给取代掉了啦，就把它叠起来那个糕，对，就是做这个膏状，把它弄白那个东西，把它弄进去之后去蒸好就变成一块一块，像把它叠起来，也是一个塔状。哦，通常塔是不是也有什么含义？塔高升啊，哦，都是高升。对，我们客家人很爱这样的一个意思。传统客家在祭祀上还真是下足了功夫，要有这么多的模具来制作糕点，其中都隐含了许多祈福的意义。听完黄大哥的介绍，我也很好奇，身为湖口的新世代，为什么想回到湖口？我来老街已经有13年了。那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回来这边开这间店？应该是说我们家以前呢，它是我们开店的地方，它也是这种街屋，对，刚好找到这个点，因缘际会就来到了这个地方。那我自己又从事设计的工作，那我很喜欢老屋改造，把它改造成我们想要的一个感觉。来老街创业这么久，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哦，因为湖口老街本身它就是店家非常少嘛，那因为住在这边的人他都住了几十年，那我们店家来到这里开店，当然对他们来讲，他们是不想要那么热闹嘛。我们店家当然希望是热闹的吧。我印象中，其实老街算是比较慢的生活步调。那来到这边，会不会当初会跟自己想的不一样？我来这13年的感觉，当然就是说它步调非常缓慢嘛，它一定要跟我们当地的居民一起融合，一起成长。你也不能够太过于商业化，会有冲突啦。所以这边不会叫做所谓的商圈，它是叫做生活圈，湖口老街生活圈。冲突是什么？这个冲突应该是说，店家想要热闹嘛，对不对？那住家不想要热闹嘛，那这个取舍之间要能够融合在一起，应该是很自然的啦。应该沟通，应该也是从冲突中产生的一些问题嘛，然后慢慢的就变得很直很顺。哦，其实我真的很喜欢这个老街的这种感觉，保留下来湖口特有老街的这种生活圈的生活方式。虽然新世代带着商业元素回到老街，对于习惯原本缓慢生活步调的当地人有些影响，但是在沟通之后，还是让老街在商业发展之余，还能保有原本的生活方式，真的很难得。其实腰有点酸，比较酸啊。你知道吗？你的姿势是错的。啊，我姿势错的？对呀，我就一直在看你啊。那怎么金凤姐没早点告诉我？让我磨了半个小时这么久，累哈。累。欣赏完黄大哥收藏的珍贵版印，我走到老街的一家茶馆。茶馆的金凤姐要我一定要跟她一起喝个茶，放松一下。我们客家擂茶，客家擂茶。哦，我很期待这个哈嘎瑞茶。真的哦，哎呀，今天就让你亲手自己做。好啊，好因为我听说这个哈嘎瑞茶，我知道它有一些一定要有的食材。有，我们最基本的一定就是茶叶，还有芝麻。芝麻，还有花生。为什么这个哈嘎瑞茶要加这3样食材？哦，因为我们客家人的话都是务农的，那这3个食材，像绿茶的话，它是可以提神的。提神。那它里面有芝麻跟花生，那这个是补充体力的。因为它们也是高热量的食物。是不是也是因为在农耕的时候需要很大量的体力跟补给体力，所以才要做出这个瑞茶？对，那这个他们携带也很方便。携带也很方便。对，
那我是有看到又有这3个。这个是因为现在人比较注重养生，所以说就另外再加了这个核桃，然后还有这个腰果啦、杏仁。所以加这主要都是有养生比较对，但是它也比较香啦，这样、比较香。对，那其实你芝麻跟花生它就有香味，但是再加这个的话，它是更香，然后本身就是养生。我现在非常期待要做这个哈嘎瑞叉啊！好，那我们就来试做看看喽，来。哇，这个器具也看起来蛮不一样的。对，你看它里面都有一横一横的。对啊，是不是让它磨起来是可以磨得更粉？对，才会比较细。那我们这个也很特别哦，你知道这棍子是什么做的？这个是木头吗？不是，它是芭乐的杆。哦，芭乐树的杆子。哦，芭乐树的杆。对。是为什么一定要用芭乐树的杆？因为这个在乡下来讲，它取得也很方便，而且它本身也没有毒啊，它也够硬。哦，够硬。对，因为你在磨的话，它一定要够硬。哦。客家擂茶的制作是把食材一样样陆续放入锅中，首先摆入茶叶，先将茶叶磨碎，再放入芝麻、花生以及养生的腰果，全部细细研磨成末，然后再冲入滚烫的开水。其实是相当费工费时的一道茶品。金凤姐说，早期如果客人来家里没有招待擂茶，就是待客不周。所以磨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做擂。哦，擂，所以叫擂茶。擂茶就是磨的意思。对，磨茶。也开始变得有一点点出油，然后有点凝固了。对，你这还不够，它一定要全部都是磨成粉。那你磨成粉以后，它慢慢会有点出油。哦，其实我觉得擂茶很特别，是它以前是比较填饱肚子，对，然后到后来现在演变成比较有点养生。其实这也是我们客家人最重要的，就是招待贵宾的哦。所以这些坚果类的，它含的维他命 C、维他命 E 都很多。擂茶文化就是待客之道，是非常的尊重的，然后需要用这种擂茶来接待贵宾。对，它是慢慢磨，慢慢磨，你看这诚意很够吧？对啊，诚意很够啊，很够哈。磨了半小时，总算把坚果都磨出了油，也将其他食材混合在一起了，而我全身感觉也都运动到了。除了客人可以喝到，就是非常开心，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其实主人也可以锻炼体力耶，因为我磨到现在，其实腰有点酸。有酸啊？你知道吗？你的姿势是错的。啊？我姿势错的？对呀，我就一直在看你啊。那怎么金凤姐没早点告诉我？我们一般我们在磨的时候，我们就是这只手搬到下面这样，我们只是这边在这个状态的，我们身体不要再动啊！你身体在动，当然站腰它整身都痛了。我刚刚是这样，身体一直跟着磨。对呀，其实我们所以只要就是一点点这样子。对，你就这样子就可以了。还让我磨了半个小时这么久，累哈？累。其实我第一次磨也是这样子。也是这样。对。哦，其实只要动手就好了。所以现在其实磨得差不多了。对，我看它现在已经出油了嘛，有对不对？都稠了，好。而且颜色变好深。对，那我们现在接着就可以加水了。哦，现在就可以加水。对，加热水。加热水。对。那我们要慢慢加。哦，热水要慢慢加。对，不能一下加太多。为什么要慢慢加？不然它会整团呢。哦，整团。对，你就不好拌匀啊。好，慢慢拌。哦，现在也要拌。对对对。小心哦，烫哦。好，慢慢把它拌均匀。拌均匀就好。对。经过繁复的过程，终于完成了。赶快来尝尝自己亲手磨出的客家擂茶。好喝吗？好好喝哦，它的那个茶香味很重，而且又有那个坚果的味道。对呀。而且其实是自己磨的，我觉得一定是更好喝的。那一定的啦，有你的辛苦在里面。对啊。所以通常喝这个就是会配什么吗？我们一般都是配米糕啦、发糕啦，客家人的。那我今天为你准备的是饼干啊，小饼干。配这个擂茶的话，喝更不一样。它又加了坚果的香味。而且跟那个饼干的味道啊融合在一起，有一个更香更浓郁的那个茶香味。对。金凤姐是在湖口生活多久了？哇，我从小就在湖口长大的。从小就在湖口长大，我也在湖口出生的。在湖口出生，所以以前的湖口跟我现在走在这个湖口街上的样子是一样的吗？老街是没有变，以前到现在老街都没有变，都没有变。是现在工作也都在这里。对。那是为什么会想要在湖口这里工作？
我觉得这边不错啊，人情味很浓厚啊。我有发现，因为我其实走在老街上啊，都能感受到他们的亲切，然后都会打招呼啊，嘘寒问暖啊。客家人就是这个人情味很浓厚，很好。热情的金凤姐因为喜欢湖口客家庄的人情味，决定留在家乡。我也因此才能有机会跟她学习客家擂茶，真的很开心。其实今天体验了这个客家擂茶，它以前其实是填饱肚子，然后到现在变成比较养生的茶。其实我觉得最有意义的是，其实它就是一个待客之道，是非常的尊敬。就是只要我喝到这个客家擂茶呢，就能感受到这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就代表以前客家人呢是非常的尊重客人来家里做客的时候要喝什么。所以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美的文化。以后当我喝到这个客家擂茶，我就会想到就是喝这个茶是非常得来不易的。客家人很用心在准备。对啊，我也觉得这个磨的过程是非常的不简单。对，就是他们真的是把你当成贵宾。品尝过客家擂茶，天色也晚了。离开之前，我想去找伟成，跟他聊聊我这次来湖口的心得。今天逛了一天，我觉得收获非常多，真的哦，就是了解到很多历史啊、建筑啊，还有很多在湖口的故事，我觉得学到很多。哇，真的，我觉得听你这样刚刚逛一圈，我自己这样走一圈，我觉得真的很棒。湖口真的是一个很值得让人家去慢慢品味的地方。为什么你手上要拿这个木炭啊？哦，这个其实就是从我父亲在30年前，他就在这个地方在烧木炭。我父亲是一个烧木炭的一个师傅。那其实，在烧制木炭过程中，这个可以追究说是整个是客家庄的这个老祖先的一些智慧啊。你可以看到很多苗栗造桥啦，或者是整个山线部分，尤其在湖口是台地的地形，哇，有很多的木炭窑在这个山坡间都这样成立起来。那以前客家庄的这些老祖先他们的智慧就是说，把这样的炭、把这样的柴烧成木炭之后，它可以保存期限就很长，不然木材会放烂掉啊。但是如果你变成炭的话，它就可以拿来烧水、煮饭，然后甚至有些产业像是要去焙茶啦，可以用炭材。我带你看这个照片，好啊，来看这个照片。像我父亲呢，这个在过去30年前，他就在这个地方就开始在烧木炭。那像他带了4个小朋友，跟我妈妈这样，就这样一家人就在湖口这个地方定居，那就开始在烧木炭。是烧木炭是一场非常辛苦的工作。你看在烧木炭过程中，你必须非常靠近高温。那它就会产生很高浓度的这些烟，那这些烟有可能会呛伤你，那也有可能灼伤你，这些都是很危险的。所以你看到台湾卖炭的人很少，像我这样年纪的第2代要来接班的人也很少，就大家都比较不愿意去承接这样的工作。那这张照片其实也很类似接近我母亲那个年代的那个状态。那我小时候其实常常跑到她跟前，想要去找妈妈嘛，孩子都会这样子。那常常我妈就会说：“哎，不要来，因为太危险了，不希望你被烫到或受伤。”没有错，所以这样的工作其实到我这一代来接班的时候，我希望是能够让他有一个重新的一个面貌。学成之后的伟成，在外面打拼几年后，回到湖口，接续父亲的木炭传统产业，从木材中提炼出可做清洁的木作艺，让客家人原本专精的木炭业以另一种方式来延续。这应该也算是湖口在新旧传承路上的新尝试吧。今天一整天下来，我觉得收获非常多，就遇到很多的这里的居民啊，跟我分享当地的历史啊、建筑，还有一些当地的故事。然后其实我自己非常喜欢，就是长辈有分享，就是说老街的生活啊是非常慢活的生活方式，然后希望把这种生活圈就很像家的感觉，就是一直把它传承下来。但是其实我发现有一些年轻人啊，他们回来这里是想要把它变成观光，然后希望可以让这里做老街跟观光做结合。所以你当初回来也是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吗？其实我当初刚回来的时候，我其实是蛮想要把外面的一些商业的文化，或者是一些商业的一些模式，把它就是带到老街进来。那事实上遇到蛮多村民的这些不同的意见，有人是支持啊，但是很多人的也持反对的意见，都会认为说湖口这样好吗？这样是对于湖口这样的一个传统的100年客家庄，是这样是对的吗？那我一直觉得，那如果没有这样子改变的话，好像没有任何创新啊，还是这样一种新意的这种
带来这种改变，我觉得那时候感觉是不太好，所以其实我那时候心中蛮多纠结，就是想说是不是去挑战这个村民的这种极限，所以我就引导蛮多一些商业的行为进来这样子。对，你当初其实也是想法，只是单纯想说让这里变成观光，希望有更多人注意老街嘛。对，那时候村长就其实跟我讲说，伟成其实这一条老街跟其他老街不一样，它不是在做观光老街，它是一条活着的老街。那我一直去体会什么叫做活着的老街，什么叫做一日生活圈。他告诉我，1到5就是一个很自然的，大家村民就在这个地方生活。那6日大家会做什么样的产品，会做什么样的产业，会做什么样的服务，就拿出来跟大家分享，然后把一些客家东西文化传递出来。那我觉得，好像蛮好的。经过这3、2年之间，我就感觉真的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条老街。其实我真的非常感同身受，是因为其实我刚刚一路走在这个老街啊，我最喜欢的画面就是坐在这个拱门下聊天，然后一起就是很亲近啊，然后会让我觉得这边真的很像一个大家庭，然后大家都是心连心啊，守望相助，然后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回来这边啊，就是有一种好像回到了一个从前的那个年代，所以这边保存的相当的好哎。我觉得这一条老街就是带给人这种很单纯而且很真诚的这种感动。老街带给伟成的感动，也深深感动着我。这一趟来到湖口，让我对客庄的过去与未来有更多的思考，真的很有收获。故乡的呼唤，返乡的再造，让这个客家庄注入了新的生命、新的力量。虽然当初年轻一辈的客家人是以观光为目标，但是也是被这里最惬意、最自然、最原有的生活方式给感染了，想要一起的留住它。所以我觉得湖口不管经历了新世代还是旧世代，唯一不变的是，就是这里最宁静、最自在的生活方式，还有这原有的生活步调，才让这么有人情味的客家庄保存了下来。